盃賽程快報。大家好，三藩市星島中文電台2026年世界盃特輯，我係甄偉文，我係鐘偉文。鐘老闆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今屆世界盃又落幕啦，下一屆4年後2030年世界盃100週年，主辦國係有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摩洛哥。國際足聯特別安排南美洲3個國家烏拉圭、阿根廷、巴拉圭舉行3場100週年嘅紀念賽。2030年世界盃第24屆橫跨3大洲：歐洲、非洲、南美洲、歐洲，兩隻牙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、非洲一個，摩洛哥、南美洲兩歸一停，烏拉圭、巴拉圭、阿根廷。2026美加墨世界盃咧圓滿落幕啦！跟住迎接咧就係2030年嘅西葡奧唔係西葡摩之爭世界盃。摩洛哥係非洲第一支球隊，打入世界盃4強嘅國家，稱之為非洲一哥，當之無愧。2030年西葡摩世界盃，國際足聯創下史無前例主辦國嘅紀錄。橫跨3大洲6個國家，頭3場賽事係由第一屆嘅主辦國烏拉圭連同阿根廷、巴拉圭承辦3場100週年嘅紀念賽。咁以上嘅信息只係初步嘅概念，最後方案咧係有待討論嘅。咁而家仲講緊將會增加更多嘅球賽響南美洲嘅國家64場係嘛？南美洲離我哋唔係好遠啫，我哋去睇世界盃嘅賽事都好方便。中國隊自從2002年韓日世界盃入選過之後，相隔24年後，今年中國嘅足球小將登上世界盃嘅舞台，算係一個好消息，咁同各位球迷聽眾分享。我記得咧2002年韓日嘅世界盃咧有32支足球隊8組，中國隊咧就編排喺 C 組，巴西、土耳其、哥斯達黎加中國4支球隊。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，董路帶領6位中國少年足球小將入選世界盃冠軍賽做官方護旗手。一般護旗手都係由青少年擔任嘅。護旗手，咩叫護旗手呢？等我同大家聽眾分享下。就國際足聯呢，就挑選一班小朋友揸住國旗入場。世界盃每場賽事呢，喺每個球員入場之前呢，先由小朋友揸住參賽嘅國旗入場嘅。有一點係要補充一下嘅，之前2022年世界盃揭幕戰都有3名中國足球小將擔任過國際足聯嘅護旗手嘅，佢哋係響西班牙馬德里青訓梯隊出嚟嘅。護旗手儀式之中係重要嘅角色之一，護旗嘅意義就係傳遞足球精神，傳遞公平競爭、團結、尊重同埋和平嘅理念。國際足聯咧醜聞多多喎，加上咧我哋中國嘅足球成績都唔差㗎。不過國際足協咧國際足聯咧依然睇好中國隊嘅，因為中國有龐大嘅足球市場啊。由董路帶領6位中國少年足球小將喺美國紐約舉行世界盃決賽嘅舞台上正式亮相，擔任官方嘅護旗手。第一位孟新毅係南京市嘅，佢嘅綽號叫空翻哥。湯浩博第2位啦，南京市嘅，佢曾經喺英國曼城、巴黎聖日耳門交流學習過。好啦，第3位劉安傑，長春市嘅103中學校隊嘅隊長。第4位咧就係楊月希，無錫市東林中學女子足球守門員。第5位就係湯宇迪，蘇州市嘅，入選中國足協 U13 精英梯隊。最後一位謝浩天，南京市能勝任呢個守門員、後衛同埋前鋒等多個位置，全能型嘅球員。OK， 喺呢度就祝福中國少年足球小將們繼續努力，為國爭光，讓全世界人知道中國人係識得踢波嘅。咁希望4年後可以打入世界盃。咁啦，響7月18日世界盃爭奪季軍賽，英格蘭就對陣西班牙，個賽果係6-4，英格蘭就大勝法國。呢場比賽就打破咗世界盃嘅紀錄㗎。世界盃季軍爭奪戰呢，總進球數量係10球，就破咗紀錄啦，創咗歷史新高。麥巴比就成為世界盃歷史入波球員第1人啦！世界盃決賽周
生涯累積22球。英格蘭開波2分鐘後，4號球員賴斯中場位置接到法國隊嘅失誤傳球，自己帶波又冇人乜佢喎，推入大禁區峨眉魚頂，起腳抽射入網，1-0領先。法國隊嗰個龍門反應唔夠快，睇住個波入網，連飛撲救波呢個動作都冇。再嚟啦，未到18分鐘，英格蘭得到左邊一個角球，4號賴斯右腳斬出個波落喺小禁區，由2號球員獅子搖頭頂入網，2-0。英格蘭20分鐘之內入2粒，法國真係好丟架網上啲球迷咧即係佢噓聲四起。法國隊嘅龍門咧，搞笑嘅動作毫無表情，手腳又唔識喐，用眼睇住個波入網。好啦，去到36分鐘啦，英格蘭球員11號馬古斯一個單刀嘅機會入到大禁區起腳，俾龍門擋住，跟住7號執雞再射，又俾龍門救出。咁11號攞翻個波，再嚟兩腳插花，將個波交俾7號沙卡，掃把腳送球入網，3-0。英格蘭30分鐘射入3-0好多球迷，好多法國嘅球迷真係大跌眼鏡40分鐘英格蘭21號伊斯再加個直線又係交俾沙卡接應喎，大禁區葫蘆頂起腳勁射入網，4-0。呢個時候法國隊嘅主教練迪金斯見到輸得咁慘，下半場法國隊就大換血啦，換入頂級嘅主力球員3號盧卡斯、迪志尼、4號達約烏柏美卡盧、7號奧士文迪比利、12號巴特利巴高拿。47分鐘，法國隊10號麥巴比接應11號奧利斯射入第一球，成功破蛋麥巴比今屆世界盃係第9個入球。53分鐘，麥巴比交出一個直線球，12號巴特利接應勁射入網，法國隊追翻2球，2-4。66分鐘，10號巴比麥巴比12號奧萊斯兩個人都好有默契，一個撞牆式傳波，麥巴比龍門口前13碼勁射入網，梅開2度追成3-4。87分鐘，英格蘭得到一個12碼，英格蘭7號球員沙卡操刀帽子戲法啦，連入3球，5-3。英格蘭依然領先。94分鐘，法國隊4號球員烏柏美卡魯一個長傳直線波，7號奧士文接應抽射入網，5-4。98分鐘，英格蘭10號比寧咸中場偷咗個波，一直推波跑足半場推到去龍門口前，好冷靜射球入網，6-4，英國勝。因為去到98分鐘啦，臨完場嗰刻積分係已經係5-4啦，都係穩操勝券。喺冇壓力之下咧，比寧咸咧係 so call 嘅呢球。比寧咸呢球波可入可唔入，入多一粒就錦上添花呢場波嘅總結富有娛樂性緊張刺激，冇冷場。比賽完場之後，法國隊同埋英國隊嘅球員係不分敵我，幾位球員就攬頭攬頸圍埋圈，低頭祈禱。呢個場面令人舒服，感覺溫馨。最後多謝星島中文電台，多謝我班嘉賓主持，多謝鐘老闆，多謝各位聽眾收聽。